国内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质，即马除了中部、甲北部、南部贸易者受影响，计共有360间。强烈风台北纬今仔日登陆巴马尼亚、立群岛，目前关岛嘛戒备，有计拜5、拜6上挖近台湾。南澳的野火烧到真严重，法国西南部已经有1500公顷的土地去予野火烧了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联油脂的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引发国内食安的疑虑。食药署初步判断的是巴西黄豆伫咧打扫、伫咧烘的过程出现着热损伤，所以才会来产生这致癌物质。这种毒素通常是食物经过高温加工的过程伫来产生。这巴西黄豆因为伊本身的含水量较悬，所以这打扫时会提高温度，烘的时间嘛久长，所以相对的这产生污染的风险就对咧增加。为着降低风险，卫福部嘛提出新的规定，未来进口的黄豆是要逐甲准检验，来加强原料的管理。另外，这个含水率超过12.5%的黄豆嘛禁止摕来炼油，就是为着要避免搁伫咧打扫、伫咧烘的过程出现污染的疑虑，希望会当为源头来管理。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比，引起国内食安风波。食药署初六尾嘛公布上新问题产品流向，使用问题油品业者为257间增加到360间，业者爱伫初六半暝12点前完成预防性落来。若是申报无实在，会依照食安法罚3万至300万。地方卫生局一定要依照调查的结果，中央予以尊重，但是调查结果有延迟通报，一律要开罚。食药署长强制公告亲身说明，要求地方卫生局逐工2届汇报查核进度、产品流向、回收状况等，互民众即时掌握政府处理进度。食药署原来伫官网建立专区，互民众查询。另外，食药署初六早起甲4大国产的食用油脂精炼厂进行座谈。要求业者强化原料检验、精进制品管控，甲就是自主通报，包含提高黄豆原料验收、增加检验苯偏比的次数。业者在制程端以及各个节点的，我想我们会加强后端的追踪以及它的抽验，也是要去加强持续的密切观察的，这是我们会做的。强制公告未来会逐只准搭配检验，检讨制停关键检测点，各执行业者随依照会议共识修正标准作业流程。另外，嘛要求业者主动提供替换货方式，也加官方服务管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采访报道。食药署继续稽查这批有物地油，即马除了中部甲北部，是连南部嘛受影响。目前计共有360间业者有用到这批油，其中有一部分是学校的营养午餐。经过清查，全台湾计共有165个教育单位受影响。卫生局人员详细查验餐厅内底用的油，调查清楚下面状况，问题油风波搁摊开。影响范围为原本通报上大问题中部北部地区，搁拖到南部地区。高雄市府提来公布，一卡制造甲卖顶78间地基站业者名单，已经都全面的开始在回收下架，因为要掌握它的出货的这个名单啊，然后能够赶快的能够做一些清查。高雄市府调查28间下并业者，包含真济间制造厂商，其中明德食品制造番茄油9种，会议事业是协助中部公司大港大寮制造，安项目业是制造宠物食品，目前总共回收3514.2公升。该下架就要下架，并且要求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第4个就是该究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总统罗清照初六强调，食安政策无妥协空间。食药署要求问题油作为产品半成品，用油的原型出现，或者是使用占比20%以上问题油，爱有风险回收。台北市采取更加强的措施。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部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
外界烦恼学生囡仔受影响，教育部清查结果，有4县市回报部分学校捌使用，包含台北市4间团膳厂商用到广告配出的油品，包含幼儿园3间、国小8间、国中24间、高中职7间，新北市有3间团膳业者也用到50校受影响，国小29间、国中9间、高中职12间，台中市总共67校，1间实验教育学校加1间实验教育机构，也佫有基隆市4间，总共165个教育单位。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教育部的公布清查，强调第一时间透过校园实在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登录资料，通知地方政府技术受影响学校名单，配合政策，用军同时有风险回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永高站发生婴仔车为月台滑落去铁轨路以外，造成2岁囡仔面着伤。初步调查是因为爸母搁咧开讲，无去注意才会来发生。加在施当时是无列车驶过，也一对爸母依法上当的互人罚到100万。监视器画面翕到这对爸母当地开讲，边仔的红仔车煞为月台处落，转落落铁轨路的。爸母发现的时阵已经白付啊，内底囡仔连人挂车转咧摔落。面有着伤，在站务人员的协助之下，给救起来，送病院治疗。重回事发现场，这里是月台比较狭窄的部分，台铁标示了不要靠近逗留，没有料到意外还是就此发生。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永高火车头，月台顶悬有电梯，所以有的咧过路的所在较下，边仔有搭温馨的警示。不过实际问其他驶红仔车的家长，有人认为路虽然无出处，不过嘛不是讲真平。应该是有点路不平嘛，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刹车一定要踩，对，因为你如果刹车没踩，其实很容易就会滑出去了。台铁其实各站好像就是遇到这种有电梯的地方，好像多多少少都是比较小的，对，所以我们经过这个都是一定要用力小心。本文仅依规定进行儿少通报，请按调查后依铁路法第68条之1第1项第1款，还以铁道局裁处。迄路警察初步调查是爸母失脚擦，无甲红仔车救护条，才会致使红仔车处理。加在迄当阵无火车经过，经济部漂检局呼吁，若使用刹车，伫无共情境之下，拢要注意。例如，就是在停车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地面是否有倾斜的状况，应该要将那个车轮的刹车的装置固定以避免那个车体移动造成翻覆的一个情形。交通部铁道局表示，初步调查，那像是因为刹车的档啊无搭落造成的。不过车头无障碍甲亲子友善环境的建立，要有更较严格的防护机制，才会当确保坐轮椅的人甲细汉囡仔因单车的时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台巴威也搁咧变强，今仔日透早是已经登陆北马尼亚勒群岛，目前关岛嘛搁咧改变，按算拜5、拜6会上晚近台湾，上紧拜4会发布海上警报。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就警告讲，这风台巴威是真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关岛也个北马里亚纳群岛继续透大风、上大雨，大路顶的车减真多，当地民众无用咧固定门窗，商店的出入口封起来。警方是继续巡逻，大声放送爱民众做好防台准备。I don't think anyone can ever really be prepared for typhoons or natural disasters, right? But with our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hard ou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ll our volunteers are doing, I think that after this storm, we will be at least a lot safer. 美军联合风台警报中心讲，巴威最近这几日的落草明显偏西，上大风速接近每1点钟290公里，阵风阁高达350公里。嘛，伫礼拜1透早登陆北马里亚纳群岛上南边，超1500人的罗塔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若是巴威依持目前的强度，当地厝顶可能会起用掀起，壁倒、树啊，也有电火条啊，可能会倒落来。部分的地区甚至会失电几礼拜到几个月。若关岛的政府已经提早开放避难中心，全面来戒备。特别注意的是，即届受到巴威影响的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灵岛，拢有设美军的大型基地。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这个机场甲港口，也是美军战略的前进基地，也有演训的重要据点。另外，梅沙这粒风台是甲中国南部扫甲如苍苍。广西的凤冈城市，初六变大雨，变甲市区规个做大水，街仔路也有真侪车拢去用淹去，规个水阁淹到大人的腰。
若居民就爱调水撤离，救援人员出动树顶船，一号一号去找，甲民众救出来。若气象单位继续发布警告，提醒民众都爱防内山出水，也有土石流。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受到小影甲极端高温的影响，南澳的野火是烧甲真严重。法国西南部已经有1500公顷，大约是58座大安森林公园遐块土地去互野火烧了了。因葡萄牙、西班牙等所在火势嘛是也未拍花，拢总有要2万公顷的面积受损，各国嘛搁当咧拼死救灾。法国西南部火烧山食力，1500公顷的土地拢烧了了，面积差不多是58个大安森林公园。受到6月份历史性小影甲极端高温的影响，加上天气干燥，南澳各国野火的时期比往年搁较早开始。法国从初二开始就小连续发生火烧山，至少10500个人，国不离种都要离开家园，而且已经威胁到初六举行的西法国自行车比赛第3站。选手经过终点站比利牛斯山区的市镇的时阵，因为离火灾的地点敢若差不多60公里，法国官方真罕见宣布禁止民众伫咧赛道沿线甲终点看比赛。Si près des habitations, on n'avait jamais vu. Moi, j'ai vécu un feu de 2000 hectares aussi il y a une 25-30 ans, mais pas de cette ampleur et pas aussi. 空中拍火机队向地面喷助燃剂，拍拼控制葡萄牙北部的火势。这场野火为初一开始已经炭烧几啊天，差不多13000公顷的森林甲树林拢烧了了。葡萄牙继续出动1000外个消防员，380架消防车甲8架拍火回龙机投入救灾。当局讲，目前80趴的野火拢已经受到控制。西班牙东北部2200公顷的土地，因为森林大火2天来全乌有去。消防人员讲，火场内底有真侪所在拢咧翕烧，甲火烧产生的有毒气体，这污染互因拍火的工课是更较复杂，也有部分的居民坚持唔疏开。On a décidé de rester parce que mon compagnon a su vraiment m'expliquer qu'il n'y avait pas de danger tant qu'on était ensemble et tant qu'on pouvait garder la maison. Parce que comme cette maison, c'es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qu'on a vraiment désiré et qu'on ne veut pas perdre. 渔猎嘛，因为火烧山，有毒的气体洋洋飞；车是因为透风，几啊大的森林大火是炭了真凶。伫北部城市的2间工厂嘛，因为安尼烧起。当局除了甲附近的居民疏开，嘛提醒大家爱甲窗仔门关好密。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北约峰会初7起股暗算的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的方案，美国总统川普嘛去参加。不过，就伫咧峰会开始进前，罗西亚是又搁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上无造成9个人死亡。无人机的声音真大声，带来真大爆炸声，团将远。为了保护乌克兰侵入陆国境内对炼油厂这重要设施攻击，7月开始，陆军锁定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连续的攻击，造成大规模伤亡。伫初六透早，上新一波弹道飞弹甲无人机攻击，罗西亚又搁予基辅真侪所在充满死亡的阴影。А потім тривогу з'явили. Я взяла дитину і кажу, пішли в укриття. Вона каже, я не піду. А я її просто,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змусила. І воно просто так стало гепати, що там в укритті просто сало сипати на голову. А потім нам сказали, що наш будинок. У нас не буде де жити. І це прийшло дивитися. 这阵啊，陆军伫攻击乌克兰时阵，开始使用升级的喷射动力无人机，因时速会达到500公里，差不多是普罗佩拉无人机的3倍，而且还佫会当载50至90公斤重的飞弹。基辅的机动火力小组根本无法度应对，敢会当用地对空飞弹还是战斗机来甲拍落来。也因为安尼，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搁再向美国甲欧洲朋友寻求爱国者飞弹的支援。这届攻击的时间段是伫美国独立日庆典了后，北约安卡拉峰会进前，国家伫要出席安卡拉北约峰会，川普初时早拄甲俄国总统普廷讲90分钟的电话。根据克里姆林宫幕僚厄夏科夫伊讲，川普主动向普廷提出要协助找到俄乌战争解决的方法，佮要派遣特使为科夫甲竞赛库什纳去莫斯科。这届北约峰会，川普原来会甲乌克兰以及叙利亚领导人会面，不过伊切华府原来会对欧洲盟邦施加压力，要求爱提高国防支出。
为了防火维安，安卡拉当局唔拿封路，高封锁城市大部分地区禁止示威。不过，安尼做煞引起土耳其反对派不满，结果共和党集合大量人士行上街头，有部分较激进的示威者所甲警方发生冲突。这个过程原来传出有上百人去互当局逮捕。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发生路战争了后，西方国家就切断往回罗西亚的航班，嘛限制有罗西亚护照的人入境。为少罗西亚人敢若会当伫咧国内旅游，当局就趁这个机会推动超过140条爱国旅游的路线，让百姓了解历史遗迹。距离圣彼得堡大约250公里、人口20万统雅的普斯科夫，伫罗西亚的历史上真重要。这座踩伫偏远庄卡的雕像，是纪念13世纪有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传领当时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国，也就是尾仔罗西亚帝国的前身。伫1240年甲1242年，小连续拍赢瑞典甲德意志骑士团的入侵，其中拍败德意志骑士团的冰上之战，地点就是画面上罗西亚甲爱沙尼亚边界的楚德湖。这座小小的博物馆，除了展示各种战场模型，还有仿制13世纪铁架，互来访的青少年学生会当穿咧翕相。地方官员甲历史研究者指出，这拢是为着互少年一代会当透过对历史的理解，建立面对目前困境的信心。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да, сейчас играет 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сегодняшней. То, 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взрослые, но и дет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али интересоваться, в какой стране они живут, да, на какой они земле, как их предки ее защищали и охраняли. 2022年罗俄战争爆发后，罗西亚总统普丁伫2023年签署行政命令，将全国各地的重要历史遗迹设计做领140条的爱国旅游路线。除了13世纪的古战场普斯科夫，二战重要的关键点斯大林激烈保卫战的地点霍尼加激烈，这座采超过半世纪的雕像，祖国的吊环，佮有边仔妈妈雅夫高地园区，拢是重要的景点。虽讲这个地点相离数百公里，不过上大的共同点就是几若世纪以来，罗西亚甲前苏联对抗来自西方的入侵，终其尾得到胜利的历史遗迹。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ласти России, он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прошлые побед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акие-то события, выгодные как бы для имиджа страны. 罗西亚所摆用历史上几若遍拍赢入侵的西方德国来比喻现阶段甲欧美伫乌克兰对抗的情势。奥地利的人类科学研究所 IWM 甲流亡海外的罗西亚新媒体欧洲新报，拢批评普丁政府利用历史记忆传领维护领导中心的风气来服务威权的体制。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即马全球正咧烧世界杯骹球赛，其中一个主办国美国嘛是同款，有愈来愈侪美国人看比赛、关注球队。有专家就讲，世界杯虽然带动骹球这项运动，毋过若是要并入去美国4大职业运动，可能也是无遐简单。大场美国球迷伫加州洛杉矶基点馆热烈庆祝。本届由美国加联合举办的世足赛，美国是其中一个主办国，气势正强，表现正好，也引起美国本土民众对骹球关心甲热情，互不少美国民众开始重视美国骹球运动的发展。And the thing is, we have good players now. We didn't even know we had good players. We didn't even make it last time, and the time before we were just so grateful to win. Again, I mean, this has been. We have really come a long way. 美国蒙大拿州来前骹球员爱丽丝亚，伊家己打扮做新的女超人，红赛嘛扮做骹球教练，做伙为美国队加油。看到美国民众开始愿意去了解骹球比赛细节，慢慢开始接纳这项运动，伊感觉真欢喜。It's just so fun to see Americans get soccer, love soccer. They're cheering for not just goals and exciting. They're cheering for the right things, the right moves, the right touches. 对真侪美国体育迷来讲，虽然美国有职业骹球联盟 MLS， 不过也是无法度拍入主流市场。本届世足赛带来强烈影响。
世界各地来的球迷甲体育场客满，电视收视率抢悬，也阁有美国支持者客满运动酒吧，拢伫提醒美国民众一件坏事：骹球是全球上有影响的运动。美国也拍拼伫入其他国家规模，真侪传统骹球大国所有的文化传统，目前美国甚至当地不艺尔。Yet we don't have any of that, and they're doing this on our own soil. And us as competitors at heart, we want the same thing. We want to be good at this as well. So. 因为美国传统四大体育市场，美国骹球、美国真拿职棒大联盟、冰球联赛地位真歹改变。部分专家认为，伫本届世足落幕了后，骹球运动伫美国恐惊阁掂落来。Ultimately, it's a challenge because it's like where do you go? What do you watch after this? Do you become an MLS fan? I think it'll boost MLS a little bit.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get me to start watching MLS games. 虽然体育专家态度保守，不过美国民众对美国队伫本届世足的表现，拢予因大力支持。阁因为美国少年世代对骹球运动真介意，阁有国际球星光彩加持，已经明显提升。骹球运动伫美国的影响力，大家无法度阁互人无重视，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